这个案子大概发生在1年前，当时隔壁村的村民前来报案，说家人失踪。这群人就像蒸发了一样，平白无故的消失了。有人说看到他们进山，下官正想进山查验，柳叶纯刘大人来了。他说他已经禀告将军，将军命他过来检查。大人您也知道，那座山是将军的辖地，武义县乃是本官管辖。照理来说，是不允许百姓进山打猎的。但是，此事屡禁不止，百姓哪管这些？柳叶纯大人当时带下官还有捕快绕道进山，下官非常不解。明明村子里就有一条道路可以直接进山，为什么要绕道呢？后来问过之后才知道，那个村子闹狐妖，死了多少人呢？整个村子都空了。后来下官再进山的时候，便再也寻不着人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温大人，温大人。啊，在下只是想到一些事情，失礼了。请问县令大人，在之前您进山时，发现什么奇怪之处了吗？奇怪之处？在下未发现什么奇怪之处。可是我听县里的百姓说，此山有进无出，所以我很好奇，这山中到底有什么？大人，下官并未发现什么。在山中藏着如此奇怪的阵法，刘叶纯带人进山，竟没有任何伤亡。所以刘叶纯一定执掌着山中阵法，甚至这阵法，也许就是刘叶纯所设的。这北定帅府中人，定有蹊跷。温大人，温大人，哦，您在说什么？请问县令大人，您寻人未果，就这样放弃查案了吗？温大人，在下也是一方父母官，所作所为也对得起头顶上明镜高悬这4个字。但是大人您知道，有些事非人力所能及，下官也只有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这种感觉，温大人知道吧？温大人，下官聊备酒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哦，在下竟不知县令大人已经备好了酒菜，可是，在下实在是公务在身，要马上回禀北定帅，恐怕这顿饭在下是吃不上了。县令大人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来人，带我送客。温大人，请。将军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您的旧部玉长风。快请。是。玉大人，请。末将玉长风，拜见将军。快请起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也不来定州看看我。莫不是在京城住惯了，早就忘了我这个驻守边关的大哥？将军又在消遣属下。一别经年，属下一直挂念着将军。嗨，你呀，还是老样子，开不得玩笑。将军，还有一个人，也很想见你。义兄，灵儿，你怎么又从宫里跑出来了？这不是想念义兄吗？
就你嘴甜。说吧，你们两人来找本帅，一定有什么事。哎，先坐。大人，许大人略备薄礼，还请大人多多笑纳。回去之后啊，还请您为许大人多多美言呐。那是自然。大人，请留步。大人，马已备好。大人这么糊涂，还望在下为许大人美言，真是可笑。何出此？何人？他是什么人？帮我们的人。主上，系。鲁班们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要不是认不清你面貌，这次可真就凶多吉少了。我们快走吧。走。走。义兄，这次我和玉大哥前来，是因为狐妖案的事情。本帅听说了，王氏安排你。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。所以你的心愿就是想查本帅辖地的狐妖案？这几日来，是刑律司在将军的辖地查案，属下已经确定，这狐妖案的背后，是天机12宫的人，在装神弄鬼。又是天机12宫。义兄，这群江湖乱党已被我们查出实据，山中的浮云木和狐妖案都与他们有关。刑律司为何不去追查12宫，反倒要来找本帅？将军恕罪，并非刑律司僭越行事，我们冒昧前来，是因为发现狐妖案的背后隐藏着惊天秘密。12宫在隐藏一座金矿，垂庐山中的一处金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们不得不前来求证。现在连刑律司都知道此地有座金矿，我们只是找到了金矿的线索，并未能确定具体位置。此前，我们被浮云木困在山中，而阵眼中隐藏着黄金，数量惊人。如果不是就近开采，谁又会将如此巨量的金矿藏于深山之中？灵狐村案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胡家3口就是因为偷挖山中金矿而死。
而且灵狐村案发生这么长时间，如果不是官家相护，谁又会将这件事情掩盖得如此完美？不必多说了，剩下的事情，本帅自己会处理。我不会放过天机12宫的。公主和玉大人查案也累了，刑律司事务繁多，本王就不留你们了。义兄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到如此地步，我们怎么能不管呢？浮云墓已经被破了，镇中黄金无人看管，开采黄金之人肯定会再次到镇中偷取黄金。我们只要暗中跟随，定能查出真相。将军三思。此事太过凶险，你们就不要管了。听本帅一句，回京复命，将北京发生之事写成密报，呈给王上。灵儿，你是端纯公主，也是千金之躯。门主，出大事了！大声点儿！是，禀报门主，刚刚来报，帅府调兵在境内巡查，调查金矿之事。武义县，我们的人失手了。阎王殿突然出现，月寒死里逃生。什么？帅府中怎会突然有此动作？把三道的弟子全叫回来。是。放肆！主人还没说话，你怎敢擅自做主？那是你主人，老子没主人。你，裘阁主，就听庞门主的吧。兄弟们，刑律司那帮狗贼坏了我们的大事，2道弟子、3道弟子即刻出发，追捕刑律司。等他们出了北境再动手，绝不能让他们回到京城。是。庞门主是不是在京城也安排人动手，以防万一？有点意思，你还有这能耐？庞门主过誉了，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全都倚仗庞门主？哼！撤！撤！驾！撤！撤！撤！沈阳，我们已经不眠不休跑了200里了，人不休息，这马也受不了。这离京城还有多远？日夜兼程，估计明天早上会到吧。沈阳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爹娘在天之灵要是知道我根本就管不了你，肯定会后悔把你这个小兔崽子托付给我。谁是小兔崽子？我还比你大3岁，到底谁托付给谁呀？你是小辈儿，我懒得跟你争。我告诉你，沈阳，你这次没事儿，算你命大。这个鲁班门当中尽是能工巧匠，当初为了王上修建宫殿时，恰逢库戎入侵，他们可是为北定帅的北伐部队效力。虽然惜败白当关，但能与库戎步骑兵大战，他们的战力不容小觑，不是你耍耍小聪明就能应付得了的。现在如果任由鲁班门继续集结门众对付我们，情况恐怕会非常不妙。
或许我们就不应该与鲁班门为敌。我们本来是一家人，当初若不是他们轻信谣言，说我们阎王殿私吞镇银，也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。这天下本就应该以和为贵。你做你的白日梦吧。你难道不知道，鲁班门门主庞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鲁班门，庞震，怎么样？我还怕他不成啊？哼！沈阳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我虽然一直带你行使公主之职，但现在毕竟天梯12宫内忧外患，阎王殿不能没有你。你迟早要回来给我管事儿，听到没有？小姨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查镇银案，你替我行使公主之权。我真应该拿家法好好教训你。你说你非要进什么刑律司，查什么镇银案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镇银案必须水落石出。难道你想让我们阎王殿一直这样被污蔑下去吗？说我们无意贪财？那你查出什么来了？哎，玉长风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行动啊？他人在哪儿呢？我们查案，从竹林浮云墓出来，浮云墓被我破坏后，他们就能找到正确出去的方向。他们现在应该回京城了，可是鲁班门已经对我出手，恐怕也有针对他们的行动。你是说玉长风可能会有危险？那还不赶紧走！驾！哎，你现在不担心马了？去！还在想将军的事？玉大哥，你说我义兄会不会真的参与此事啊？将军此番决定态度模糊，虽然我相信将军的为人，但是其中还有各种内情，我们无法得知。可我实在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调查？还有太多的秘密，你我无法窥视。算了吧，再往前就出定州了。帅府的护送队伍已经回去了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沈瑶吧，兴许他能知道怎么办呢。温一灵，都退下，随我来。16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谁敢伤我阎王殿的人？是鲁班门，还有季察哥。何方鼠辈，把月寒交出来！就凭你们，还不配提我主上的名字。
石榴，你当真没事？还好有花姐相助。啊，大哥，我没事。他们今日所做之事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奉还。鲁班门和姬差阁如今对你已经公开下了战书，天际十二宫到处在传你的3大罪状，你再回到定州不安全，不如你先留在京城，剩下的让我们去处理吧。玉长风现在怎么样了？玉长风现在还好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我已经找郎中帮他医治了。不过万余陵已经被鲁班门抓走。花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鲁班门的天玄地黄坛在哪里？什么？你想闯鲁班门的天玄地黄坛？你疯了！鲁班门的庞震刚对你下了诛杀令，你怎么从武夷县跑出来的？你忘了？沈瑶，你父亲与庞震虽曾经是好友，可是月公主逝世后，鲁班门受朝廷绞杀，元气大伤，庞震不得已将鲁班门带离十二宫。庞震以为镇银被阎王殿私藏，连累了鲁班门，因此对阎王殿怀恨在心。这个时候阎王殿插手此事，
无非是自投罗网。鲁班门的庞震和姬差阁的裘伯英如此招摇，无非是造势。现在12宫没有大司坛，在我看来，他们无非是想借此举，为将来控制12宫做准备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但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闯。现在庞震和裘伯英旧事重提，拿天机12宫的钥匙说事，还说我背叛12宫。如今看来，他们就是想借助其他几宫的力量，推翻我们阎王殿。12宫本来就应该由阎王殿来掌管，还说什么我扣下了给下一宫的天机钥匙，还列什么3大罪状？他们不就是想开启总坛，确认里面有没有真一案的黄金吗？一个个狼子野心，道貌岸然。哼，明明他们才是朝廷的走狗。沈瑶，你这次绝对不能去，你去了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。你现在是阎王殿的主上，不是冲锋陷阵的死士，你必须要对自己和阎王殿的兄弟姐妹们负责。小姨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陷于危险之中。小姨，沈瑶，你这次去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了12宫，还是万云陵？你觉得这2件事情能分得开吗？但他是朝中将领，可以带兵相助。你一定要见到杜览初，亲自报告垂芦山的秘密，痛陈厉害，他定会让其子杜玉和前来相助。走吧，我们家老爷今天不见客，回吧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杜大人。你把这杜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我们家老爷日理万机，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？要怎么才能见到杜大人？你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不见就是不见，没辙。走吧。走。不见就不见。哎！杜大人，你不能进啊！事关北定帅，杜大人。站着！你说北定帅什么？事关重大，我只能和杜大人讲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跟我来吧。老爷，在下行律司小捕头陈16，拜见大人。不知陈捕头前来所谓何事啊？下官有要事禀报大人。老爷，他是行律司沈瑶身边的人。讲。小的备了份大礼，特意前来送给大人。你能有什么大礼？不知北定帅定州的黄金
他若是有了这批黄金的话，一定会另有所图。大人，邢律司的这份厚礼，得劳烦大人亲自去取。送客。哎，大人，请吧，陈捕头。吁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我们还不赶紧准备准备？哎，对，准备准备。这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还有地主老财干这事儿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要喝这行啊！来，好嘞好嘞好嘞！哎呀，你也得陪我们喝嘛啊！来，好，哟，来，客官来了。小二，我敬给您肉上壶酒。我给你满上行了吧？啊！来，搞豆呢！哎呦，别光顾着喝了，来，这钱你给我点。掌柜的，上壶酒。好嘞，客官稍等啊。来，看见没有？要我说呀，人家那边那位那才叫大手笔啊！就讲个故事啊，就给这么多钱。你要是能明白人家的乐子，你也成有钱人了不是？哎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酒来了，来，掌柜的，哎，这次呢，就把上次的酒钱一并给结了。您客气了，急什么呀？下次再说吧。哎，可别下次，掌柜的，看见了吗？今儿有钱，这下次可就说不定花光了啊！再说，就我们俩光棍还剩下钱，对不对？甭说这钱了，就咱哥俩这命，都不知道还有几天了。瞧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看样子里边那位爷没少给啊。哎呀，那行，那今儿这钱就给您记到账上了。得嘞，拿着吧。哎，多谢客官啊，今天这壶酒算我请的。来，哟，客官来点什么？小店有刚煮的牛肉。官话说的不错呀，给我来壶酒，一盘小菜就好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哎，你们掌柜的是叫连平吗？你找他，他是我们当家的。朋友引荐，认识认识。好，当家的啊，找你的。您慢用啊。哟，客官，有事？您是掌柜的？是我。不知掌柜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花信金吹第几封？”爹，不是爹，那小子话能信吗？那小子传的是沈瑶的话，沈瑶是个聪明人。公子请坐。是吗？我也听说了。哦，真的？你看看，我说就是吧，肯定就是他。香包未拆，牡丹丛。打断了腿了都。花姐的人，可是京城来的。我还听说，飞鸟传信我已经收到了，但是，连大哥，您可以放心，在下此次前来，并不是来惹事的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您既是花姐安排来的朋友，帮忙的事儿没得说，包在我身上。只是想进这鲁班门的地盘，
兄弟，你可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啊。那是鲁班门。矿里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实在是吓人。我们下一次矿可不容易了，得一个挨着一个，紧紧跟在前面人的后面。这矿里啊，通道太多了，你要跟不住啊，那随时可能走丢啊。向龙大人，人马上到了，少爷已经开始准备了，我们是不是？大哥，你是谁呀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跟我来，快，跟着大当家的。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你又是干嘛的呀？我看你这衣着也算贵气，干嘛换着做工的衣服呀？哼，你大白天没事在这藏着，外面的人都叫你的吧？哎呀，我们是贩马的，正要往南边去呢。哦，我山里的，准备换衣服干活呢。啊，小子，睁眼说瞎话哈。哎呀，大哥也蛮会开玩笑的嘛。哎，大哥，这山里是不是有矿啊？哎，你上山也带我一个呗，大哥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带我一个吧，我不认识路。大哥，你带我一个。松开！哎呀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现在没有时间搭理你，要上山你自己去。大哥，你就带我一个呗，你带我一个也不麻烦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大哥。哎，诸位，慢走啊，走了。好久差不多了，是啊是啊，今儿的工没招完，走，对，跟我去招工。哎，别急呀，大哥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坐。哎，大哥。这是我老家的小侄，前些日子在家里犯点事儿，投奔我来了，想寻些路费躲去北边，劳烦你给看看，能不能安排在矿上做点事儿啊？是。我说连掌柜，你抠门都抠到家了，你亲戚来找你，你连个路费都不给人家，还让人做工，我这也不容易。走，哎，各位，别着急走啊。我家兄弟也不容易，这酒啊，你们就收下，慢慢喝，好歹也收下不是？对，是啊。行吧，
跟我走吧。啊，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，多谢。走，谢谢谢谢。你转过去。来，哦，我，哎，走，别，常来啊，慢走啊。快点。看来前面就是矿场了。你们俩一会儿跟着进去，有什么消息即刻汇报。哎，他们俩进去太招摇了，万一被发现了就前功尽弃了。还是我亲自进去，只有混进矿工里面才安全。哎，不行，据说金矿是有强人把守，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出现点问题，我们可无法接应你。哎，要是天黑之后我还没出来，你们就杀进来。快点，看什么看？快点干活，麻利，快点，看什么看？别吃饭，干活，别偷懒啊！别偷懒啊！快点！大哥，快点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嗨，我就跟着他们进来了。我这本来也是来做工的嘛。哎呀，你说你是做工的，你不是说你是贩马的吗？动作放快！看这头发，根本就不是我们南朝之人。说吧，北方哪里的？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呀从小就被这个北朔不容掳走做了军奴，每天不给吃不给喝的，还非打即骂。就上回酒馆那个壮汉，就是他把我带进来了。是吗？啊，你是奴隶啊？对啊。哼，傻子才信，撒谎也不打个草稿。哪个奴隶刚才传你那事儿，比自己主子还好？大哥，既然都进来了，互相照应嘛。快点，快点！别说话，赶紧干活。混账！会不干活？大哥，息怒。我这小弟脑子不好使，但是能干活啊，绝对不会拖了你的工的。刘腾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，我教他就是了。哎，晚点，咱兄弟约了酒，您赏个脸，一起来吧。啊，快点！听好了啊，
再度出岔子，他不打死你！不会了，老痞子，哎，教他们怎么干活。哎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看什么看？干活！快点！没事吧？多谢老人家搭手相救。都是干活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呀。老人家，我看您也是老把式，在这儿，您就多教教我们。我和兄弟不懂门道，这干不好活，还得挨打。快点，快点！学着我这样干就行了。好。其实啊，你们也不能怪刘头。这里啊，有日子没出金子了，上头着急，这手下也不敢放松。哎呀，我们这干活的也就更没辙了。那既然没金子了，为什么还要干啊？嗨，你们不知道，1年前啊，我们来这儿，那刚点上火把的时候，那山洞里那金子黄得你眼睛都睁不开呀！啊，真的？那这山洞里岂不是有更大的金矿？哪有什么金矿？哎，山里金矿这事儿都是传说，上头不知道派多少人进去多少次，始终没有金矿的踪迹。我在这儿待了大半辈子，都是听说，从未见过。 1年前是1月500两，半年前是200两，现在只有不到100两黄金。挖了这么久，这河里哪儿还有那么多金子？我原以为这垂芦山背后是个大金矿，现在看来只是一个传说，害我白费了这么多精力。那这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？我这次召集12宫就是为了此事。12宫受朝廷打压那么久，早已如惊弓之鸟。你有把握吗？要是没把握，我喊他们来干嘛？你又不是12宫的人，对12宫又不了解，别担心这些没用的事儿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要思虑周全，最好能让鲁班门出人出力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，还望庞门主可以遵守约定。这次12宫只要听命于我，你想做的事易如反掌。如此便好。老撇子，又跟人讲上故事了。哎，你说这山里面有金矿，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有存金子的地方啊。对啊，还不是之前有一对兄弟从这儿偷了不少金子，哎，上头发现之后就把金子全都送走了，据说是送到山里存起来了。哎，说是有狐仙看守呢。狐仙？对啊，也不知道这前2天发生什么事，山里好大一阵动静。第2天，上头就把金子带回来了，赶走了住在山洞里的苦力，把金子全都填进去了。就这，还没填满呢。哎，狐仙，快点干活，别偷懒！大哥，快点！哎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！怎么了，大哥？走啊！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你自己赶紧跑吧。不，那可不行啊！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！这按你们南朝的话叫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而且我觉得也不能以后报，所以只能现在报。走吧。你要帮我是吧？啊，那你帮我引开他们。那我不就暴露了吗？你看，我说了你又不帮，你以后别来烦我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快！哎，我在这儿呢！就是他，还敢跑？我新来的，迷路了，赶紧回来，快点！哎，走吧！哎，走！还敢跑？哎呦，快点！
不必多费。走，大哥，等一下，我还有同党呢。什么？博英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每次都是你来的最早。生意人嘛，最重要要讲信誉。啊，对了，不知花掌柜今天要来吗？今日并未邀请花掌柜。这里说得对，花掌柜的姿色跟我比起来，必定要略逊一筹，不是？请。二位请了。哎，孙俪，听说你那羽箭团跟了新主子了，这日子过得咋样啊？我呀，不像你们，只对钱感兴趣啊。各位公主，好啊，一老，一老，请。我看，除了阎王殿、浮云堂、凌香坛，各位公主都应约而来。旁镇我特备一些薄礼，望各位笑纳。这古人云：“财多必伤己。”庞门主把我们召集过来，可不单单是为了赠礼吧？诸位听我一句劝：自阎王殿盗走镇银，私吞金银无数，朝廷将整个罪名放在12公头上。1年来，12公在朝廷的绞杀下4分5裂，死伤无数。自12公建立以来，哪曾做过一件对不起天下之事？我们凭什么要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对，凭什么？是啊，所以将军夫人不仅能带大家发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们帮助北丁帅回京。北丁帅知道镇银案的秘密，他能说服将军为12公讨其公道，还望各位能够戮力同心。你说一个堂堂的将军夫人想帮我们？哼！当年的镇银案，北丁帅就受了牵连，他自己不出头，该得媳妇儿出头。哼！哎，管他是谁呢，能挣钱就行了吧？啊！这房间里的金银财宝，各位都看到了。如果你们答应一同起事，还有更多的好处在等着各位。哎，等一下，如何让我们相信事成之后，将军夫人能说服将军？是啊，就是。那朝廷倒打一耙的事儿，干的还少吗？虽说如此，可朝廷屡次3番绞杀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对，没错，说的是。所以，12公的集体行动需要由大司坛来决定。这大司坛之位空缺了几年之久啊！是啊，虽说只有拿到天机钥匙才能做大司坛，可是月老公主去世这么久，她家那个少公主一直不出现，拒绝交出她的钥匙。依我之见，咱们今天就重新选个大司坛，好好治治这个阎王殿。好，咱们今天就选。好，就是今天就选，今天就选，今天就选出来。祝大人，我们快点吧，着急什么？不就是一帮匪类吗？撤！
行了，谁这么说了？按照资历，吵了，早就该上场了。别吵了，你别吵了，有什么可吵的？记得当年天机12宫创立时，是3大元老商议定下了法典，凡事不决，均以法典为准。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是不是，一老？天机律，恭迎天机律。按照规矩，每人1票，票数过半即可当选。我选摘星营，百里摘星。哼，难不成让我们12宫的兄弟们都随你们摘星营做梁上君子啊？啊！我四海庄朱庸，守财奴。你早知道你们会这样了。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滚出去！在下是凌香坛花河西花掌柜门下第1人。今天若不是穿了这身鲁班门的衣服，他怎么来了？恐怕连这大门都进不来。庞门主，您就是这样待客的吗？